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阿 Ron，呢個頻道叫 Ron AI，咁啊嚟到咧自動賺錢第7集噶啦，一句結論，呢個先安全測試開動啊！因為咧嗰個叫生產流程咧，已經咧就係第一步咧整咗出嚟先啦，第二步咧而家就開始做2件事啊，優化佢啦，即係整靚仔啲個 thumbnail 啊，同埋咧個後續仲有嘅，可能再點樣慳錢啲啦。咁啊，第3啊緊要，好少人講嘅就係咧，做呢啲咁嘅 channel 咧，好容易俾人 ban 嘅，又 AI 又用人把聲，又呢又路咧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咧寫咗極之多聲明啦，同埋咧有一個緊要嘢咧，就係好多人都唔知嘅，就係出同一款嘢出得好多咧 ，YouTube 又話你假，又話你 spam，又話你騷擾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再寫咗啲曲俾佢啦，就話幫我每日咧生成啲唔同嘅嘢啊，即係唔好淨係。即係就算講同一個話題咧，都有唔同嘅風格、唔同嘅聲音、唔同嘅圖片、唔同嘅音效，咁令到咧成件事咧自然啲咁啊，同埋咧最尾一樣嘢咧就聽日開始測試噶啦，朝頭早8點鐘，咁啊同埋後續咧2件事啦，再揾一啲唔同嘅 channel 啦，睇下佢哋有啲咩唔同嘅搞作，又多啲 view 數，又容易啲整到，同時間咧就係係咯大致上咁啦，咁啊後續咧仲有一樣嘢，即係測試咗嗰個。AI 幫我出 post 嘅，咁我就即刻開播今集內容啦，睇睇情況如何先。第7集噶啦，咁啊記得入 group 跟住咧就係喂去翻呢度先，撳到樣入 group，咁啊去翻實體，咁啊大家互相交流溝通，同埋咧有啲咩好嘢大家互相 share 啦。咁